大家好，我係 Gary，歡迎收睇香港揭秘。可伯同河馬欣賞東張西望，追討可伯細女喺銀行領走450萬元積蓄而成為網絡紅人。河馬仍然唔放棄頻密直播，似乎希望保持熱度，繼續揾食。早前可伯與河馬大鬧銀行，更因為偷拍銀行職員而惹起法律爭議，成功令佢引起網民久違嘅關注。而前日12號，小紅書就流傳河馬宣布即將與可伯離婚嘅自拍影片。但係好神奇地喺同日12號，有天水圍街坊喺 Facebook 上載河馬和可伯同街坊激烈爭執嘅影片，但兩人卻異常合拍。咁河馬單方面宣布離婚，係咪又係另一單炒作呢？定係因為偷拍銀行職員事件已經冇咗熱度，河馬又要揾另一單嘢去 keep 住人氣？喺開始講落去之前，首先俾 like 同埋撳訂閱掣，睇影片嘅時間越長，就係對 Gary 最大嘅支持。衷心感謝各位網友。我哋首先睇睇喺小紅書流傳嘅3條影片。第一條影片，河馬對網民表示：我同我老公即將要離婚啦，我喺呢個台都係佢收錢，係咪？我只係有義務有責任咁樣去幫助佢啫。以後所有1蚊都係入嚟我老公嗰啲個戶口噶嘛，我又係都係白做嘅。咁至於網民關心可伯是否被拋棄，河馬喺另一條片強調啊，我爸應承咗離婚，係我應承咗。我聽講啊，就算雙方同意離婚呢，都仲要7個月先正式離得到婚噶。就算我哋呢個禮拜去簽咗紙，都話要7個月先可以辦理得妥噶。先完成整個流程嘅離婚嘅流程。而最後一條影片呢，河馬則表示：太太3個月後就自由啦，係啊，3個月後我要揾地方搬啊！我諗起又有點講呢？我都要一個人啊，可能我返大陸又係一個人嘅咋。河馬預告可能會獨自返內地生活。對於河馬突然自爆離婚，有網民質疑河馬可能只係想再次炒起熱度。然而同日12號，有天水圍街坊直擊兩人於街頭直播嘅時候，同街坊激烈爭執，夫妻互動合拍如常，令網民質疑離婚消息純屬炒作。喺之前流出嘅影片裏邊呢，河馬高調宣布離婚，但係隨後有網民上傳片段，拍到可伯同河馬喺天水圍街頭同路人爆發罵戰。我哋先睇一睇呢條影片。打人啊！你都未死過啊！家產。影片中兩人以夫妻裝飾係示人，被指住鬧係垃圾嘅可伯情緒激動，同路人互鬧，期間粗口橫飛，可伯更一度作勢動手，其後兩人敗走，可伯怒火中燒，多次以粗口怒斥路人。咁啊，以下另一條片，我哋就可以睇下可伯點樣鬧路人。你老母，你老母咁黐線嘅？你老母鹹水草，呢個淨係屌臭你老母！真係傻佬嚟。你老母發姣啊？冇講嗰啲，冇講嗰啲嘢。打你火啊！真係，收你落車唔打你㗎，唔得拆啦！我啲火你嚟啦，根本。你話嗰啲畜生幾賤啊嚇！我哋咁辛苦喺大街，依家30幾度冒住咁強烈嘅太陽喺度播，坐都唔俾我哋坐，都仲喺度咁樣鬧我哋喎。頭先嗰度寫黑，鬼咪通知佢㗎咯，分咗我哋咯。所以啲人真係好，嗰啲行為真係好惡劣咯。由於兩人過去多次因為直播與路人引發衝突，
故網民對事件已見慣不怪，反應冷淡，反而聚焦於佢哋互動依舊合拍，質疑離婚消息嘅真實性。好啦，咁講返之前呢，佢哋偷拍銀行職員事件，根據香港01報道呢，喺8分鐘嘅影片中呢，可伯想與銀行職員入房洽談戶口嘅事，河馬要求同行，但銀行職員指呢戶口嘅戶主只有可伯及細女，涉及到女兒私隱，不便有第三者現場。河馬立即偷拍同銀行職員對質嘅過程，佢話：我梗係陪住我先生喺側邊，我係佢老婆，又鬧職員，你上次耍我老公，搞到我哋一頭煙，我都仲未追究你。銀行男職員話：何生，個戶口經理係我，但係筆錢點處理就係戶主安排，你同阿女都係戶主。可伯不滿表示要追查邊個幫佢。佢質問點解銀行唔俾個電話，我就俾佢吞咗我啲錢就走，我而家要告佢盜竊，更稱冇錢用，等同精神虐待。銀行職員堅持所做嘅交易都有白紙黑字，有根有據，內部亦都核對過，冇任何錯漏。不過可伯則回應指同記者開過7小時會，叫對方去總行跟進，又聲稱記者話筆錢一定搞返俾我，告到法庭都要告。之後河馬更教銀行做嘢，訓話佢哋：你做錯晒啦，你唔好蝦個老人家啦，陰公即刻得啦，玩我哋揾咗你幾次啦，鄧經理。更問職員：你應承單簽嫁禍我先生，你係咪收咗何 X 恩可伯細女好處？河馬之所以重新公開呢條片，係因為佢正尋找肯幫手嘅律師。佢喺片中標題話：各位好，請幫手睇下呢條片。證據確鑿，呢場官司有冇得打？何生而家呼籲，有冇律師願意伸出援手幫助我哋打呢場官司？贏咗呢場官司，願意俾100萬港幣報酬。不過其後佢又將標題中100萬報酬嘅字句刪去，改成感激不盡。而同日，河馬曾私信當日佢以唔好意思，我好忙而拒絕合作嘅林作。河馬能屈能伸，以100萬報酬，將來好有名氣等，嚟有邀林作幫忙。更就舊年佢合作一事道歉，林作公開此對話，並回應何太唔好意思，我好忙，串返對方。按香港法例，若果以瓜分賠償作打官司報酬嘅話，恐有干犯包攬訴訟罪之嫌，最高可被判7年有期徒刑。而林作其後就表示，好彩香港唔俾有包攬訴訟 （champity）， 不過有理由懷疑佢連個概念都唔明。唔知大家點睇今次可伯同河馬係咪真係會離婚，定係如網民所言，可伯同河馬只係想繼續幫自己炒熱度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講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